同学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欢喜。下暗的文化夜市由阮科技校老师所带领的河洛汉语时事音唱班，要来为大家表演。希望会当带予大家快乐的心情，留下着美好的回忆。头一首由我来吟唱一首苏东坡所写的《临江仙》。夜饮东坡城秋水，归来风突三更，家徒碧色的泪面，口闻都不言，一点天刚星。两人初心